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10月2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65篇，约珥书第1章第1节到20节，提摩太后书第3章第1节到第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终期。凡事都有终局，凡物都有期限。并不是因为这样子就让人家感到哀情、感到失望、感到失志，倒是借此要提醒我们，人是有限的，因此我们要更积极的追求上帝的旨意。对于约珥书内的记载，那些人们就是抱持着非常的消极、没有盼望、悲观的人生的态度，感觉上就是完全没有盼望的人。先知约珥这样的提到，人们把农作物被毁哀哭，以下是上主给比图尔的儿子约珥的信息。老年人听吧，犹大的居民要留意听。你们的时代或祖先的世代发生过这种事吗？告诉你们的子女，让他们再告诉他们的子女，世世代代流传不息。一群群的蝗虫停在农作物上，捡黄吃剩的，对黄来吃；对黄吃剩的，永黄来吃；永黄吃剩的，毁黄来吃。醉酒的人清醒起来，哭泣吧；嗜酒的人哀嚎吧，因为酿新酒的葡萄被毁了。有一对蝗虫侵犯了我们的土地，它们强大不可胜数，它们的牙齿像狮子一样的锐利。它们毁坏了我们的葡萄树，吃尽了我们的无花果树。它们扒光了树干，使枝子露白。哭吧，你们这些人，像少女因未婚夫而死了而哀哭。圣殿里不再有五谷和美酒，祭司因为没有祭物好献给上主而哀伤。田野荒凉，土地哀愁，因为五谷被毁，葡萄树枯干，橄榄树枯萎。农夫们悲伤吧；看管葡萄园的人哀嚎吧，因为大麦、小麦，所有的农作物都毁坏了。葡萄树枯干，无花果树枯萎，石榴树、棕树、苹果树，所有的果树都枯死，人的喜乐也都消失。在祭坛侍奉的祭司们要穿麻衣痛哭，要进入圣殿整夜哭泣，因为不再有五谷、美酒好献给你们的上帝了。的确，这样的景况是非常悲哀的，但这就是世界终期的景象，的确不是人所喜欢、所乐意接受的。基督徒需要去思想的是，我们一生当中开始与结束，这样可以帮助我们非常的谨慎，在意我们的生命的过程，我们如何将
这个过程好好的交托在上帝的手中。因此，上帝借的约珥先知告诉以色列人，要宣布禁食，举行聚会，要召集长老和所有犹大居民进入上主你们上帝的圣殿，向他呼求。因为以色列人背离了上帝的道路，所以上帝的日子就会因为这样子就来到了，上帝的审判也即将临到，就是上帝审判的终期已经临到了。圣经又说，上主的日子快到了，全能者要降灾难，那日子是多么可怕！我们的农作物被毁了，我们上帝的圣殿没有欢乐，种子都在地里腐烂了，没有谷物好储藏，空壳仓都成了废墟，牲畜哀鸣，牛群到处乱窜，因为找不到草场，羊群也同样挨饿。上主啊，我向你哀求，因为火吞灭了荒野的草场，火焰烧光了田野的树木，野兽也向你哀鸣，因为溪水干固，火把草场烧毁了。提摩太后书第3章第1节到第9节，保罗也这样提醒初代基督徒，他说，你要知道世界的末期会有种种的苦难，因为那个时候人只顾自己，贪财、自夸、狂傲、毁谤、忤逆父母、忘恩负义、不圣洁、没有亲情、残忍、散播谣言、蛮横、凶暴、恨恶良善。他们出卖私有，任意妄为，狂妄自大，爱享乐过于爱上帝。他们披着宗教的外衣，却拒绝宗教的实质。这一类的人，你们要躲避他们。他们当中有人穿门入户，到别人家里去，迷惑意志薄弱、被罪过所压制、被各种欲望所支配的妇女们。这些妇女虽然常常想要学习，却无法认识真理。就像从前亚尼和杨布雷怎么样去反对摩西，现在这些人照样的反对真理。他们心思败坏，在信仰上经不起考验，但是他们再也发生不了什么作用，因为他们的愚昧会在众人的面前暴露无遗，正像亚尼和杨布雷一样。正如同多数的现代人总是认为上帝的惩罚是不会到的，没有关系啦。所以对于追求真道，他们就非常的不在乎，甚至于他们会扭曲伦理的标准。这样的人除了看到了人生的终局以外，否则他们是不会愿意改变的。他们甚至还认为这是上帝给他们的恩典与自由，也就如同当初的以色列人一样。牧师很喜欢看日落，虽然有人看到日落就会说夕阳无限好，
只是近黄昏。但是牧师喜欢换个角度来看，我们如果这样说，虽然近黄昏，夕阳无限好，这样不同的态度是会转变的，而且在整个夕阳下山的过程当中，其实是变化万千的，就如同我们的人生也是变化万千。我们如果能够把握住现在，把握住生命当中的每时每刻，好好的活出生命的美好，哪怕是已经看到的终期已经来临，我们也能够可以坦然以对。诗篇65篇，上帝啊，我们应该在锡安颂赞你，我们应该向你偿还所许的愿，因为你垂听祈求，人因犯罪都要来寻求你，我们的过犯击败我们，都被你赦免了。你所拣选带来住在圣所的人多么有福啊！我们将饱尝你住处的美善，你圣殿的喜乐。上帝啊，你垂听了我们，给我们胜利。你用奇异的作为拯救我们，世上万民和天涯海角的人都信靠你。你彰显你的大能，你以威力安定群山，你平静了海洋的怒嚎，浪涛的呼啸，你制止了万民的喧哗。全世界为了你所成就的大事肃然起敬，从日出到日落之地，人都因你的作为而欢呼。你看顾大地，降临与滋润，你使大地肥沃丰收，你所赐的河流充满了水，你使大地不断的生产五谷，你使耕地雨水充足，以水润泽土地，你降细雨使土松软，叫细嫩的农作物生长，你赐福使年岁丰收，你的足迹及百物丰饶。牧场上牛羊成群，山岭间欢声载道，牛羊漫山遍野，谷物满坑满谷，万象欢呼高唱。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坚持到底，因为正如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国。帮助我们能够忠心到底，恳求祷告奉主圣名。